海軍喺尋日嘅行動入面，與一名涉嫌喺網上出售盜版軟件嘅18歲中六學生，位於馬鞍山嘅住所內檢走2台電腦，懷疑佢就係透過呢2部電腦喺外國網站下載未經授權軟件，再利用由佢管理嘅一個網上討論區，以每套300蚊嘅價錢出售。買家只要入錢到嗰名青年嘅戶口，佢就會上載軟件到討論區俾買家下載。除咗喺網上下載，被捕青年又會將盜版軟件燒錄成光碟，再相約買家到唔同地點交收。相信佢透過呢2種方式已經成功賣出20到25套盜版軟件。海軍表示，佢哋早前收到投訴後，派人喬裝買家，喺成功購得軟件之後，將呢名青年拘捕。佢哋呼籲青少年尊重知識產權，切勿以身試法，同時提醒買呢啲盜版軟件嘅人可能會得不償失。喺改裝嘅過程當中，究竟嗰啲建立呢啲侵權軟件嘅人士有冇加入一啲病毒或者加入一啲木馬程式去盜取用家嘅資料，譬如銀行戶口嘅資料啊，佢哋個人嘅資料呢，其實係有一定嘅風險存在。有關案件調查仍然繼續。根據現行條例，任何人出售或者管有侵犯版權物品，最高刑罰係監禁4年。另外，每件侵權物品罰款5萬蚊。